恒生銀行呢一次裁員的而且確敲響咗本地銀行業嘅警鐘。近呢幾年，香港嘅經濟唔算好好，特別係樓市啊，好多業主做咗按揭，如果還唔到錢，就會直接影響銀行嘅呆壞帳。再加上好多老闆做生意嘅話，多多少少都有問銀行借錢。當本地經濟普遍都唔係太好嗰陣時，好多問銀行借咗錢嘅老闆都會向銀行申請延遲還款。呢一系列嘅情況出現，就會導致好多銀行當佢哋借咗錢出去，佢哋條數就會非常之難睇，亦都好難同股東交代。當銀行見到佢哋嘅呆壞帳越嚟越嚴重，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削減開支，所以出咗名非常有人情味嘅恒生銀行今次帶頭裁員，的而且確令好多人都跌眼鏡啊！雖然今次裁嘅人唔算多，只有70幾位，但係一大部分咁樣嘅內部員工，其實都係透過銀行一啲內部貸款計劃，以非常低息買咗樓㗎。當呢啲員工俾銀行裁咗之後，又不能即時揾翻份工，最慘嘅就係佢哋不能夠再以低息去供樓啊，要以翻一個正常嘅利息水平去供樓啊！話你叫佢哋點頂呢？70幾個人就代表70幾個家庭。如果呢啲被裁嘅員工都係家庭嘅重要支柱嘅話，咁今次嘅裁員就會對呢70幾個家庭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。我哋以往成日覺得話銀行好似政府工咁係鐵飯碗啊，仲可以以非常低嘅利息去貸款買樓，你話幾開心呢？而家冇呢支歌仔唱㗎啦。當下香港經濟仍然係一個向下調整嘅階段，經濟唔好，樓市唔好，銀行嘅生意又點會好啊？今次恒生銀行出咗事，其他喺中小型銀行打工嘅職員其實都真係有得震冇得瞓。照咁睇嘅情況，香港未來幾年嘅經濟形勢仍然不容許我哋過分樂觀喎。我而家主要都係用虛擬銀行啦，其實都越嚟越少用實體銀行業務啦。虛擬銀行嘅出現，區塊鏈技術嘅盛行，加密貨幣嘅越嚟越流行，都有機會令到傳統銀行業務慢慢走向衰落。如果呢啲傳統銀行唔轉型嘅話，可能只有走向末路嘅終結。你覺得恒生銀行今次裁員是否係本地企業裁員潮嘅開始啊？你身邊有冇朋友被今次嘅裁員潮所影響啊？留言區同我分享下，你點睇香港未來1至3年嘅發展情況呢？